日本众议院提早改选，自民党拢总提316席，是战后头一回又高一个政党提超过2/3的席次。有嫌反对越南行水路走私毒品来台湾，叫移工在地个山区含公园，叫买毒品的人来学，嫌犯已经掠到16个嫌犯。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李志英等9个人，防判讲犯国安法，在香港高等法院今早起判李志英关治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过初9AM 新闻》，我是嘉豪。在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伫个众议院摕超过2/3的席次，这背后上界关键的因素就是因的首相高市早苗，伊是这日本头一位女首相，受到中间选民和少年族群的支持。不过学者是认为讲呢，这高市早苗会继续强化和台湾，也佮和美国的合作，也若对中国态度若准打了伤过硬，才有可能有风险。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自民党门口宣传海报也未附贴，顶悬的首相高市早苗甲朴语口号，都是这届选前的大功臣。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当中拿下压倒性胜利，中间选民和年轻族群的支持率是影响选情的一大关键。根据出口民调，差不多40%的中间选民伫小选区投予自民党比例上悬，比例代表自民党包办所有年龄的第一名，甚至愈少年人气愈旺，18至19岁有超过40%投予自民党。高市首相の人気の高さが原因だと思います。高市さんは非常に日本初の女性首相ということでフレッシュなイメージ、これまでの政治を変え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そういう期待が有権者から持たれていた。比起高市早苗造成影響，在野黨中道改革聯合2個男性傳統政治人物，看起來是較無進步。另外，高市早苗的保守路線也吸引選票回流。無党派層かなり自民党に向かったと。それから保守層の割合もかなり自民党に向かった。つまりこれまで参政党や保守党に投票してた人も自民党に向かった。在選舉大贏了後，高市早苗有希望維持長期執政。外交方面，學者認為台日美的合作關係會更好。アメリカや台湾、それから他の国々、民主主義の国々とも連携を強化すると、やっぱり中国としては軍事力、外交力、劣勢になる場面もある。ですから戦略を変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中國需要重新思考安怎甲高市政權對接。另外一方面，日本也想過強年，也有可能帶來風險。例えば憲法の改正とか、あるいは核兵器に関する議論もですね、出てく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そうするとやっぱり中国側としても日本により強く対抗してくる可能性もあります。リスク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ね。高市的立場，部分學者會煩惱。不過無論如何，選舉結果反映民意。日本人選擇行什麼路線，看選舉席次都會當攏了解。公視國際記者施旭做日本東京報道。隨着美股4大指數收紅，刺激到台股初9呢開懸走懸，早盤上濟捌起883點，最後收在咧32404點，起621點，是有史以來第10懸。咱若講到這台積電呢，是收在咧1815塊，起35塊。就算這台股拜三隻封關，不過在咧這進程呢，已經創造真濟項紀錄咯。另外呢，受到這人工智慧定上機的刺激，在政府公布1月出口有美金657.7億，是有史以來過一個月新高，而且也是連續27個月正成長。就也未過年，台股今就開始贏紅包，初9加權指數開盤31956點，早盤上懸是32666點，起883點。上尾起勢有較緩和，收佇32404點，起621點，創史上第10大單日起點。全台股向上攻嘅功臣包括環特股台積電，開盤1830，早盤上懸到1835，擱在日變新關價，收盤1815，起35塊。星期三就要封關，所以今天其實成交量的部分雖然反彈，但成交量只有6000多億，代表其實現在市場還是比較觀望的一個狀況。觀察初9重點股票收紅嘅包括鴻海，收佇218塊，起3塊半；聯發科起120塊，收佇1830；廣達收盤284，起4塊半。台股氣勢正強，雖然11隻封關，不過全年台股已經創幾多項紀錄，包括上市季合計總市值超過100兆，抑個2月初9台積電早盤股價衝到1835嘅新關價。
一个就是这个月初4甲初5连续2天有33支千金股。受惠于 AI 有一些新的规格演变，或者是零组件的需求增加的厂商，都会在今年非常的受惠。那是台股创纪录项纪录，财政部初稿公布，一个海关进出口目标，一个出口657.7亿美金，创历年来单月新高，连续27个月正成长，年增率69.9%。由于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这些应用商机维持强劲，今年1月份的出口比起上年同月增加270.6亿美元。财政部表示，咱国前3大出口市场占比，以美国32.4%上最，国内是中港24.4%，东协20.4%。国加上即马 AI 发展正旺，无水泡化现象，抑个台美关系确定，今年出口第一季应该当继续成长。记者综合报道。这位航空长呢，有一台无人机要跳落来桃园机场的时阵，这连啊熊熊落去，害这跑道受到阻碍，影响到后壁的3座航班。20分钟内呢，发出上界紧急的讨救兵信号。运人会调查了后，确认这3座航班跳落来时阵，这无人机备用燃料油，凭上界的备用油量搁较济，被立案来调查。正边的连落去伫做检修，德维航空这台班机伫初8下晡降落桃园机场的时阵，煞发生连落去，袂少机顶的旅客拢有看到这样危险的时阵。机场公司是随暂停北跑道的起降，维持单跑道运作，搁开始巡检，因为拄仔是航班较济时阵，嘛出现突发状况。Mayday。机场跑道受到阻碍，真侪台飞机被迫伫空中时无法度降落，结果引起连锁反应。包括中原航空、香港航空3台航班伫10分钟内发出上紧急的Mayday求救信号，飞机的油挡无15分。好在3台班机顺利引导，到尾是平安降落，无造成事故。拢总有12个航班受影响，前延差不多20分钟内。如果在那个班机上的话，会担心？当然。怎么说？也会担心他那个出现意外啊。一定会担心的。对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多久才会那个降落啊，但是这个燃料到底够不够？针对这位航空事故，捌影响桃机的运作，搁出现连续3台航班向塔台求救的罕见情形。机场公司表示，依照航空器失事甲重大意外事件调查处理规则，通报民航局标准组、交通部也个云南会等，会持续配合相关单位调查原因。一般我们飞行员会叫 Mayday 情形来讲的话。就是指已经时间它在空的话，再过15分钟，不管是4引擎、2引擎、3引擎的飞机，所有引擎都会熄火，因为没有油。云南会表示，调查了后，确认当时中原甲香港航空3台航班降落的时阵，备用油拢比最佳备用油量较济，无下国际民航公约的重大意外事件列举范围，所以未立案调查。民航局回应，这位航空是外国籍，若是云南会无立案，就会以航空器所属国家主管机关去调查。若是3个航班敢有符合规定发Mayday这个信号，已经开始调查。记者采访报道。日本山口县海底矿场遗址，伫咧1942年捌发生重大的公安事故。最近当咧进行乌围骨的工课，悄悄有一个57岁台湾姓氏的唱水员参与的时阵，不幸来过往。初步判断是唱水的时阵呢，出现上述中毒，引起救惊，才害伊渡水死亡。救护车一路拼去到现场。工作人员把罹难唱水员带倒来岸边。日本山口县武部市海底矿场的遗址，初七咧挖围骨的时阵，煞发生意外，有一个台湾姓氏的唱水员不幸过往。本当に残念なこと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ご冥福をお祈り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根据了解，初七早起11点外，姓池甲2个泰国籍的唱水员拢总3个人，做伙为排水排气的管线唱水落去。后壁的唱水员发现伊受了真慢，伫咧水底差不多32公尺深的所在出现救紧的情形，送病院也是救无倒来。初步研判，这个姓池的唱水员是上述中毒，才会救紧渡水。正常我们在地平线的时候是个大气压的话，我们大概身体都可以适应。那等到我们越潜水下去的话，我们的氧气虽然说正常的氧气是20%嘛，可能它在
大气压再乘上去，分压会增加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受不了。在水下呢，每下潜10公尺，环境压力就会增加1大气压，所以在30公尺左右。人体在当下所体验到的一个大气压力已经是水面上的4倍了，那这些分压就可能高到超出人体的一个安全范围。专家解说，呛水的深度若愈深，就会大大增加气体混压。当肺内底送水的量伤济，就有可能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中毒，引起包括抽筋、头晕、喘气有问题，甚至目睭病变等等的症状。其实，在每一次的潜水，我们都会执行所谓的潜水计划，就是我们要到多深，所以我们的氧气浓度的配置是多少，我们是有规划的。对，那这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有问题，才会导致氧气铺值过高。这个姓市的唱水员，伊的好朋友嘛是唱水教练。伊讲，伊唱水落的时阵使用的设备，叫做循环水器，伫水底会使调整送水的混压或者是高度。不过是虾米款的情形，致使送水混压伤悬，要需要日本官方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刑大调查有嫌犯对越南行水路走私毒品来到台湾，结果伊讲呢，把这个毒品带伫咧山区，甚至是公园去做影片，团伙要买毒品的人叫伊来遮乌毒品。即摆呢，嫌犯有掠到16个嫌犯查扣各种的毒品。特勤警察弄门摕盾牌戒备，攻入去卖毒的所在。调查半年外，发动12届搜查，掠16个人到案，查扣市值上亿的毒品，也佫有赃证物摆归桌面，有各种的大麻制品、毒邮票、4盒啊等。警方查出毒贩啊专程拢无实际见过面接触，就完成交易。他们分别在双北地区、桃竹苗、台中、彰化、高雄等地，透过藏宝埋宝的方式制造断点，也是有。伫新竹苗栗较热贴的山区，用手挖出几落地大麻，拢是海运走私来台。专案小组调查4例的假地造成卖毒集团透过伫台湾的渔港，将毒运去山顶先抬起来，佮换正侪所在，到尾大胆带伫市区的公园，全台湾拢有。大家毒品买卖拢靠 Telegram 协谈，嫌犯翕台毒地点的影片，互买主家己去提货。双北市有真侪公园，像讲光复简易公园、海港公园，甚至有囡仔伫佚佗的塔城公园，拢有带毒品。其中台北市公园处回应，伫案发地点加强巡查，若发现各样，拢会随通报警方。就是会觉得不安全，感觉这边好像很多这样的交易，大家都不敢过来。我不觉得这会造成一般民众治安上面或是人身安全的问题，因为那是他们自己交易。不法集团靠真秘密的通讯软体，用加密货币伫买卖，就连交会都无见面，用科技来辅助，相对查达到2年的时间，即马才去互人掌着。面对多元的卖毒手段，后续要安怎有效打击，嘛考验执法单位。记者采访报道。调车的情形爆款，若总有保险，你就会心安。有民众伫咧国道8号顶头呢调车，说嫌讲这拖车的费用爱2000是伤过贵啊，就无要放拖，家己甲车呢塞落去15米远的平面道路。业者强调讲，这收费呢拢是依照公共局规划，束互车主嘛。啊，若警方是讲呢，这驾驶因为调车无多随来排毒，这个因为漂时间啊，坑20公尺尔，会甲伊罚3000块。远景叫车故障的驾驶紧刹车，因为现场是伫国道8号东向安定路段。画面中的查甫人亲像不满拖吊车业者所报的2000是拖车费用，家己甲车为中线塞去路径了后，搁一路塞去15公尺远的平面道路。危险，我们后续来停在他后面，协助他警戒，怕后面的车要撞上来。如果是用拖的话，高速公路用拖的话是1500啊，然后用载的是就加900这样，就2400起跳。拖吊业者无奈讲，当时有解说收费标准是按照中央规定的办法，也是去互对方辱骂。不过车故障停伫国道，为了安全，拖吊业者也是协助警戒。摆设故障标志距离仅约10余公尺，不符合车道上应距离100公尺之规定。虽然驾驶也是先客甲故障的车塞去无妨碍交通的所在，照即卖法规无违规，不过驾驶无随刹车，而且放故障标志离伤近，敢若差不多10公尺，已经违反道交条例。高速公路上车来来往往就是高速啊，我觉得太危险了，还是要顾虑到其他驾驶人的安全，自己的安全也要顾虑到啊。
会当互驾驶比较的，就是高公局原来有公告收费的标准。一般小客车里程数10公里以内，底盘比15公分较悬，新车价值比200万较少，收1500拖吊费。卖看情形，收现场作业费900至4000不等。依照车冲起山坪，也是坎卡、后轮破气、加底盘、特殊车等3种类别收费。民众烦恼收费无透明是会当理解，啊，毋过国道车速紧，也是建议安全较重要，互专业来协助。记者采访报道。伫咧宜兰市延平路有一间人家厝，昨暗传出爆炸声，火就随烧起来，2个厝骹不幸来过往。再去家属处处含这火灾的调查人员到现场了解导火原因。这间厝呢是价经说服人，县政府的建设处即卖也要来查，看敢有违法的部分。宜兰市延平路昨昏暗时发生火灾，有2栋人家厝是烧甲真厉害，其中2个查甫厝骹互救出来了后，也是不幸救无转来。厝边讲，伫火灾进前有听到一声爆炸的声音。啊，那个声就大声的。真大声，乒乓叫嘿。往生者的家属咧整理遗物的时阵，一直咧七目屎。因甲火灾调查人员厝头家找到早起去现场调查导火的原因。厝头家讲，原底是租户6个厝卡，因为无想要阁租出去，这几年敢若剩2个厝卡，原本按算袂阁租啊，想袂到煞发生悲剧。所以我们本来有拜托他们要走了，这样子。自己在拜托他一直跟走，他说钥匙去哪里啊？因为我先生行动不方便，所以都要拿那个助行器那一种。这个李小姐伊的厝嘛受到牵连，看到规间厝拢乌有去，伊目屎嘛连落来。伊讲代志发生的时阵，带伊行动不便的翁婿为后门走出去，才闪过这个灾难。不过火灾实际发生的原因也要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处是在1楼哦，那也有采集相关基证送中央实验室来做检验。有关相关的个案，我们会依据消防局现场的情形，跟我们派同仁现场了解之后，再做相关的判定。导火的厝拢总有3层楼，内底有5间隔间，是属于分组的套房。县府建设处表示，以中央的规定，任何一层楼若是有6间以上的隔间，或者是这栋建筑物的隔间有10个层位以上，都需要申请设来装修。若无申请，这栋厝的所有权人都要妨依建筑法罚6万至30万。这个个案会协同消防局了解感受违法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双轮钢铁公司拍算伫咧中华大村的一大山坡地，起一个15公顷的一般事业废弃物掩埋场。今下晡举行这理解的宽屏公听会，居民不满讲这开发地是伫咧山坡保育地，又搁附近的是这生态水源地。村民烦恼讲这生态受到破坏的地下水呢，农业也同款受到影响。那这县政府的环保局是认为讲程序完成，不过居民是不得接受。双轮滚蛋！双轮滚蛋！开公听会之前，中华大村乡和平村的村民表达强烈的不满。葡萄这拢是爱食地下水，一旦地下水若叫污染了，阮大村的黄金产业实在拢无效去啊。双轮钢铁公司安装伫咧大村乡，伫北挂山区的一个山坡保育地，这需要废弃物掩埋场。最高下昼开公听会，因为当地民众大部分拢是用地下水，这个有定地国湾水源地，村民担心水源会受污染，也影响在地葡萄产业。团团主张中华无险废弃物处理厂这项开发无正当性。我们已经帮忙处理很多的外县市的事业废弃物了。那今天为什么又要在八卦山这边设置一个这样子的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完全没有收受有害事业废弃物，完全没有收受有害事业废弃物。双轮公司强调未收有害的事业废弃物，也会做好污染防治的措施，不过村民坚持会议无效。坚决反对设置黑心掩埋场！环评委员甲环保局进行遥起会场会勘，环团讲，这个开发案面积15公顷，每年处理量0 10万吨。当地毋但是伫咧中华的活动断层，而且附近拢是松软的山石土壤区，除了选所在有问题，用地有超过8成是中华县农会土地，这个农会包庇厂商。那县政府他如果同意核发许可证，那其实县政府都同意了啊，我们
我们其实也不是专业的人，然后我们只是土地出租，那应该是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针对居民的意见或是委员各个不同领域他们的专长啊，他们的关心的部分去做去评估了。官府讲会依照规定审理，公听会也已经完成，将会建立二阶段环评的实质审查。观农会强调，这是活化资产，而且会要求厂商只敢来当收一般事业废弃物，民众是要求爱贴案，若无会继续抗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南投民间乡的粪扫焚化炉争议。早起自救会民间乡长也个民间团体呢，去到环境部头前开记者会，因批评这南投的粪扫大概有2万吨无抵收，县政府说要起一个16万吨的大型焚化炉，只要呢这粪扫减量一成，就无一定需要焚化炉啊。因也呼吁这环境部爱依法严格审查，守护民间好山好水。时代力量甲南投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在地乡长甲几个民间团体早起去环境部头前召开记者会，发口号表达诉求，讲南投一年处理袂掉粪扫干那2万吨，政府煞坚持要起一个会当烧16万吨的焚化炉，呼吁环境部都要依法严格审查。我们诚挚的希望中央环境部负起应负的责任，要对全台的焚化炉互相帮忙。一方面要求南投县做好源头减量、资源回收详细分类。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垃圾量一天260吨，如果真的用心减量的话，一天的垃圾量会降到200吨以下。再加上现在的垃圾转运，其实我们民间乡南投县是不需要焚化炉的。时代力量讲，南投粪扫的回收率有真大进步的空间，只要规个县减量10%，效果就等于是省一座焚化炉。民间团体认为讲，南投地形四面环山，空气扩散的条件歹，是全国上界无适合起焚化炉的所在。南投它一年需要外运处理的也不过就是7、8万吨而已，这样子还让南投去盖焚化炉，等于说让我们这个国家的焚化炉会过多，大家都不想要做减量。相关的意见我们会请部里面全责的业务单位好好的研析。环境部派人接受陈情书，南投民间起焚化炉的议题要持续引起讨论。总统赖清德初7去南投助选，嘛主动邀请反焚化炉自救会甲环保团体入场来တင်情，强调民间种地的面积是占全台湾地米产值差不多35%，是需要保护的重要产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讲今透早呢，平地低温上界加出现伫咧马祖只有5度4尔，也那南投的中寮也干那7度1，也因为水气无够，这太平山国家森林娱乐区无落雪，毋过树仔是有结霜，也是成真侪游客上山。气象署表示讲，这礼拜天气会较烧热，毋过这早暗温差是差真大。拜3到拜4呢，东北季风变强，北部、东北部地区即时温度大约是20度左右。太平山雨低温的分布大条咧，为楼梯行落去，袂算加入浪漫的东卫世界。拜透早大概6点，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气温敢若负1度到0度，虽讲水汽不足，游客无看到雪，不过看到满世界的树挂是有够欢喜。因为平地看不到这些景色，而且又给我们第2次来的理由了，太棒了！现场水汽不足，没有下雪或下冰线的情形。但林木的枝条上面呢布满了雾凇。拜透早，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马祖，敢若5.4度，本岛是南投中寮7.1度上冷。虽讲日时回暖，日头有出来，大安森林公园内底虽讲有灭原石笔当咧开，不过温度伤低，野仔甲虫拖的活动力拢无悬。今天温度低到16.6度，所以蝴蝶都冷到不想动。所以这个季节其实是我们生态的一个比较困境。那等到慢慢的春暖花开，蝴蝶就来了。气象署提醒，这礼拜天气会豆豆啊暖起来，不过日夜温差伤大。到拜3会有一波东北季风变强，影响的时间较短，大概到拜4的透早。这方面，北部、东北部地区日时温度会伫20度以下。到了周4呢，各地的一个气温就会开始逐渐的回温。那接下来比较没有明显的冷空气，从周5一直到周日，也就是小年夜。
这段期间大致上各地的气温感受都是会比较舒适到温暖。虽望冷空气豆豆减弱，不过气象署提醒，拜一暗时到拜二透早，中部以北的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广阔地区低温可能会到1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民众出去外口就要穿较少咧。若我29暝进前，温度嘛豆豆登去较舒适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成年人食薰率虽然已经降到12.8%，不过家庭二手薰确实逐年在增加。根据着国健署的调查，平均每3个人就一个接触到家庭二手薰。儿科的医生也分享案例，讲囡仔扫袂停，才发现讲因兜的阿公伫厝内面食薰，严重刺激到囡仔气管发炎。就算开窗仔门来通风呢，也是无效的。那二手薰这3手薰的杂害微流是更较歹消除的。囡仔过敏的疾病愈来愈多，儿科医师洪华喜顶一日伫咧社群媒体分享一个个案，有一个囡仔扫真久扫袂好，过敏真严重，症状拢无改善。后来才知影，这个囡仔因阿公拢咧厝内食薰。胸坎科的医师讲，二手薰已经去互国际癌症研究中心认定是一级的致癌物质，嘛是环境的过敏源，会引起血骨、过敏性鼻炎、慢性气管发炎等等的症状。就算开窗仔门通风嘛无效。之前正好是呼吸道有发炎，这个二手烟这个状态就足以构成他咳嗽的原因的。二手烟的危害只有在家里面不要有人抽烟才有办法解决问题。根据国健署的调查，咱国大人食薰的比例虽然已经为2008年的21.9%降到2024年的12.8%。不过，家庭二手薰的问题从到大也是真好解决。2022年到2024年，为原底28.9%，压悬到35.6%，增加超过6个百分点。去年健康促进年报嘛显示，平均每3个人都有1个人家庭有二手薰的问题。反食薰的团体表示，最近这几年电子薰甲加烧薰等等新型的薰品，嘛会恶化家庭二手薰的污染。很多的有毒的化学物质，它一样有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所以它在室内使用，事实上对家人或对你的同事、对你认识的人，其实是直接的一个侵害。国健署提醒，二手薰会掉伫咧衫啊、头毛、壁、甲桌啊、椅啊等等，形成有危害的物质，会变做是目睭看袂到的三手薰，持续对厝内人的健康造成影响。呼吁有食薰的人，都要尽量利用多元解薰的服务，共同打造无食薰的家庭环境，来守护亲人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儿童事故伤害新闻统计，有14000多名囡仔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死伤。资料也显示讲呢，去年有5个囡仔因为去耍这款充气的自流笼来受伤，也提醒来家长就要特别注意。囡仔伫充气的自流笼耍甲真欢喜，尤其是过年要到啊，真侪观光地区会有这款充气的自流笼，提醒家长，予囡仔耍这爱细腻。根据警官基金会统计新闻报道，去年114年新闻有报的，拢总有18个儿童因为耍游戏受伤，其中有5个就是耍这款物件。我会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充饱气，就是有塌陷啊，这样子就比较危险。推挤的话也会怕。就是小朋友从上面滚下来，其实也是蛮危险的。游戏安全事故上面的一个趋势改变哦，过往呢看到主要都是在这个公园受伤或死亡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在114年我们看到明显的有这个充气城堡式的一个充气游具有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警官基金会公布114年度儿童事故伤害新闻分析报告，发现14岁以下儿童死伤人数比前一年增加33%，显示儿童事故风险愈来愈严重。其中上严重的就是交通事故，因为根据交通部道安北台统计，伫咧去年0岁到14岁儿童车祸死伤人数达到14000多人。基金会分析，其中佫以儿童无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占多数。我们过年期间哦，儿少最常移动的方式大概就是被家人用自小客车接送。我们也要特别提醒，使用这个汽机车一定要使用相关的一个安全配备。基金会也提醒家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会当降低73趴的红菌冲击力，减少71趴的死亡风险。提醒家长照儿童年岁、身悬正确来调整安全座椅的角度，才会当保护囡仔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记者台选林玉凯台北报道。讲到今年过年有休9天，观光署统计国内饭店2月14到18呢，这订房率平均是有4成3。敢若讲到这个假期期呢，是要到6成生意上开好。
过一礼拜就是过年，连续9天的假期，饭店业者拢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客入门。经纪观光署公布过年订房的状况来看，为2月14开始到2月28天，国内订饭店大的状况平均是43.03%，其中家己市道59.08%，是全国上悬。有的饭店就表示，今年订房的状况甚至比去年更加好。我们整体的住房率也因为假期的延长，然后有所成长。那整体来说，我们在从小年夜到初五，目前已经达到将近90%的住房率了。我们今年的订房率都比去年还好，而且每天几乎过年期间几乎天天快客满，都90%多了。嘉义市政府表示，嘉义市金华山区甲海区交通方便，市内阁有真侪景点。嘉义市为较早只是过路休困的角色，豆豆仔转变做专工来耍的所在。饭店业者嘛指出，除了大以外，其他消费嘛是民众考虑的重点。嘉义市的消费无讲介悬，对出门来耍的家庭也是个人负担嘛袂上大。其实我们嘉义的消费本身就是比较偏低，所以说我们几乎每一项都很合理。就像我们过年期间，我们计划你什么都没有涨价，只是房价因为我们成本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涨一点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嘉义来旅游是物超所值。我们是持续的从整个城市的环境、旅游动线，还有住宿条件等等各个多个面向来进行整体的一个调整跟一个改善。那所以说，今天这个住宿人次的变化，它反映的是多年来持续的准备，还有旅客对这个城市的喜好的回馈。观光署的资料统计，各县市订饭店的时间，大部分拢集中伫初1甲初3，其中嘉义、云林甲台中订饭店的情况拢超过60%以上。观光署分析，嘉义市的嘉义文化甲夜市啊，中部的文泉甲樱花季，佮有北港朝天宫的拜拜行村，可能拢是今年过年民众会来中南部住饭店的原因。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年底要选举啊，这几日呢也开始进行这机关初选的登记。不过业者表示讲，今年无亲像应过遐热，目前做选举看板的加以早比起来是减了4成。对林的交流道一路驶去市区，过去选举年街头巷尾定通看到选举拜年的扛棒，这阵煞颠倒减真济，甚至写真大字的广告出租。实际观察，目前多数都是新人，为了争取选民认白，陆续挂竞选广告。也若争取连任的机关，扛棒设的比例较低，民众认为候选人平常时敢有落实选民服务，这是重点。可能过多，好像也会觉得好像造成反效果，我觉得他好像砸了很多钱在这个上面。可是这个人有做事吧？我觉得我比较重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看看板数量啊，到底放了多少啊，还是怎么样之类的。过年前挂上看板呢，是希望说我们有一些从外地回来过家乡过年的学子呢，我们借此提升嘉隆的知名度与曝光度。台南这阵历年状况真明显，真侪连任的议员讲，参新人比加深选民印象，连任较无大量设看板的压力，互乡亲感受到用心，这是重点。广告业者坦白讲，今年竞选扛棒工课量平因过减4成，除了甲民进党初选期间提早有关系，加上年节厂商收件有时间期限，上大影响是政府近来加强处理违规、结构不安全的扛棒，相对对数量嘛产生影响。现在就是监视墙多出来，然后有一些几乎都是用媒体广告了。因为这种的整顿其实做起来违规拆掉的很多啦。那民进党确定由立委陈廷辉参选后任市长，整体扛棒数量下降，参选人有缘有无共看法，无共派系议员落尾要参选挂这会，嘛引起讨论。未来也会继续跟林俊宪委员的看板摆在一起，但是现任的最重要的，我也会推出政策型的看板。2026我们一定要赢，不是市长赢，是议员也要赢。而且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坚强的团队，共同打拼2028。虽然目前扛棒有较少，不过厂商认为议员参选登记期限结束，确定赢参选人才会开始竞选活动的安排。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过年进前拢会大变数，这中华县的环保局统计，最近大型家具本数加要5成。清洁队表示讲，有会先正做中古家具，互民众来景，也本数减量的效果。
床底桌啊，就连轮椅嘛有。年尾到路，袂少人拢开始摒扫厝内，有侪民众单调的家具，其实拢也会当使用。园林清洁队就设二手家具媒合区，要替旧家具找新的主人。清洁队内底阮用，阮就替啊。这囡仔读册嘛真好啊。会有利用嘛？我是这样会不会单调无菜？这些东西原本是个垃圾，但是如果你不来拿的话，就可以形成资源再利用这样。那我们经过管理之后。现在的垃圾量在减少，而且可以变成有用的一个资源。年节进前，大家大摒扫，中华袂少公所清洁队拢有提供免费的大型废弃家具清运服务。环保局表示，侪人为着省钱，会赶伫这个时间清运。今年到目前为止，清运量加差不多5成。环保局嘛设再生家具厂家二手不中心收生活物品，除了有效运用资源，嘛通减少垃圾量。今年平均价应该加超5成有啦。木造的家具吼，阮伫秀水有一个家具厂，阮会摕去遐整理过。年11月成立的，到1月啦吼，平均民众管的面积超350件左右，即摆民众来交换的嘛超200件。民众对这种二手物的再使用的感觉应该都拢会当接受啦。环保局表示，希望透过二手家具物品的媒合再利用，改变民众的消费习惯，建立减少物品的观念。另外，环保局嘛呼吁民众，年节摒扫就要开始做好分类，减轻环境的负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咧森林呢，有农民的果子园利用智慧科技管理，这果子的良好率提升到95%。县政府今年阁再编1500万的经费，鼓励农民升级转型。农民透过手机连线操作，人免去果子园，都通甲天窗甲篷布天开也是收开，避免果子树因为气温影响生长。伫斗六市种无花果姓刘的农民讲，较早便若落雨就去了，即马引入智慧天窗，阁有泉水压产的系统，互农民省时阁省工，提升果子良率到95%。现在在远端透过手机，我们都可以管理整个现场，管理果园，因为我们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只要打开手机，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果园的那个状况。捕捉的项目其实非常的多元，然后就是看会因应每一种作物的需求。以水稻来讲，它可能希望的是做微气象站，去做监测、做大数据去分析。另外在蔬菜类也类似。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最近几年气候极端，为了提升农民经营的竞争力，已经连续3年推动智慧农业创新事业补助计划，包含压产、省水、环境监测、气象监测等等，互土地种适合的作物产业智慧化转型。都是现在导入的一些智慧科技。那云林县呢，今年度大概编列1500万我们辅导了将近39个我们的农民那这当中呢，很多农民他们都感受很深现在面对极端气候，如果我们没有借用智慧科技的话，那我们面对这个气候的变迁，我们真的非常难以因应。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全县大约有50个所在申请创新事业补助，农作物的种类包含菜丝、果子、稻仔等等，希望透过精准的自动化系统，有效改善传统农业管理的无方便。今年按算3月份会阁办说明会，鼓励农民升级转型，种高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低文化是咱生活当中正重要一部分。19世纪呢，台湾就是透过地米出口走向国际贸易。即马咱也用这科技，互世界认识台湾。由民间的科技新创团队甲台大团队合作，透过 XR 的实景技术，做一出东方美人的浸水式剧场，结合着戏剧也个现实。伫咧现场呢，邀请这个地艺师呢泡茶，互观众啉，会当哪看故事，哪下茶。即阵这杯茶是照你要求的死神版的，结果咧，我一咧看拢总着缘茶菜全部拢求甲这款型透过 SR 引电实景的技术，带观众进入19世纪后期的台北大潮亭，看东方美人茶是安怎出现，甲台湾茶外销的故事。有民间的科技新创团队甲台大资讯网络与多媒体研究所合作，改编作家邓玉辉的小说《东方美人》，佮结合地质甲嘅音乐，创作沉浸式剧场，希望互观众透过五感去感受故事。2年前我来这个所在听到简碧清伊甲因翁婿伫咧遮拉大提琴，甲伊有一个嘛是茶席拄好我伫咧做这个 XR 科技，我想讲除了这个鱼甲鼻甲喙
做伙，我用迄个目睭吼，甲即个故事吼，甲结合做伙，甲。东方美人这款茶米茶，因为茶青着烟了后，茶会有别的香味。为着要让观众哪看剧情，也通哪享受茶香 ，XR 点正式剧场结合戏剧甲现实，现场原来有请茶艺师泡茶，互观众啉。在几出戏中间，拢总通啉到4种茶。头一支是碧螺春，是绿茶；那第二支是冻顶乌龙茶，是咱台湾遮的特色茶。第三支是东方美人茶，佮第四支是老东方美人，都是泡茶这文化加入入去。我相信啉茶的人会感受佮较侪。SR 剧场拍算拜2、拜3办伫台台，制作人表示，150年前台湾透过茶米行向世界，今嘛咱用科技互世界认捌台湾，嘛希望透过文学、音乐，也有 SR 技术，互观众伫戏剧甲现实之间，看19世纪的大潮城茶业发展的改变故事。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黎智英等9个人，含情苹果日报3间公司进行互判罪，讲犯国安法罪名来成立。也拿这香港高等法院在今早起呢判黎智英关20年，其他8名被告是互判10年到6年3个月不等。伫知影黎智英被判20年的重刑。伊的看手李文琴加香港应替司机主教陈立军正低调的离开，香港高等法院外口等正久的支持者正失望。當然有聽到有啲朋友喊啊，嗰啲咁嘅，大家都係失望嘅。我好希望佢可以申請保外就醫，因為咁樣坐一日都係冤枉嘅。這件案件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後第一件涉及高級外國勢力的案件，由高院3位國安法指定的法官審理。黎智英去年12月15被判違反2項串謀高級外國或者是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一個1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立。隨到宣判刑期，法官裁定黎智英是各項串謀的主腦加推動者，提懸伊的量刑起點。另外，考慮伊已經78歲，健康狀況這個原因，上面裁定總刑期20年。香港警務處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講量刑適當，不過國際保護記者團體是替黎智英發出無公平的聲音。誇大其詞嘅，黎智英又會話喺個獄中度過佢個餘生，佢呢個講法咧，我相信咧呢個問題咧，我哋在座之中冇人能夠講得到嘅嚇，呢個係個天先知道。但係我想講一樣嘢，佢所獲得嘅刑期係佢10分應得嘅。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wanted to make an example of Jimmy Lai, not just to silence and shutter Apple Daily, but to effectively send out a warning to anyone who wants to report freely in Hong Kong that this is the kind of punishment that they will face. 共案的另外8位被告，包括6位前一傳媒加蘋果日報相關人士，一個國際遊說組織電工團體成員，分別判10年到6年3個月。蘋果日報相關3間公司，攏判罰304,500港元。合起來是台幣1200華萬。香港不有過媒體爆爆款的年代，蘋果日報加創辦人黎智英是核心人物。不過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以後，媒體遭受到審查加打壓封鎖是愈來愈嚴重。即馬香港在國際新聞自由的排名已經爬到第140名。公司新聞施惠中編輯。美國總統 Trump 頭一任做總統的時陣呢，就被愛過冷難啊。也若第2任的時陣是更較接講到，為了要抵制 Trump 和美國呢單賣工程師開發反制美國產品的 App， 只要翕相呢，就會當判斷講這物件敢是美國貨。有專家認為講呢，這美國貨佇咧單賣食品內面上濟才3%爾。事實上，科技產品親像 iPhone 和 Microsoft 的軟體是用佫較濟。在超市的時陣，用手機啊掃一個，就當知影講你買物件是對倒一個國家來。因為美國總統川普據特辯講，不管是買也是其他的手段，一定要摕到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和丹麥民眾正受氣，大家上過頭抗議。有一位工程師就開發一種叫做 Medometer 的 App， 和消費者袂去買到美國的產品，共同抵制川普甲美國，和買菜買物件變做政治化。這個 App 正緊就被佢哋丹麥應用商店排行榜第1名。You can now take a photo of several products
and it will analyze. Yeah, so here you can see that this is CoOp that creates this, and for Sunderly it's CoAS. So you can see which ones it has identified, which ones are safe, and which ones to avoid. You can say, I don't want US products, I want only made in EU. 这个 App 伫2005年3月上架，一开始真侪人下载，不过尾啊使用率下降，规个热天只敢辨识500张相片。不过伫川普的个人言论出来了，下载率阁创新高，3天就3万人次下载，分析7万多张产品的相片。1月23，川普伫咧接受访问时阵讲，美国将会得到伊想要得的一切，要摕到个人领头美军基地主权。面对这天的产品扫描次数就要加4万遍。 So because of Trump's politics, of course we do boycott, but we don't know all the American goods. So it's mostly the well-known trademarks. I think it's because of Trump, which is of course a very unusual president. I don't think we should protest that way. 除了 Meta 以外，也有一种叫做 Non-USA 的 App， 下载量已经超过10万遍。在上高峰的时阵，每分钟会收到526件需要辨识的产品。根据哥本哈根大学经济学教授的研究，其实丹麦卖美国产品真少，大概只能占所有产品的1%到3%。真正上侪丹麦人用的是美国的科技产品。 像是 Apple 的 iPhone， 也有 Microsoft 的软体，而且这款反美国的 App 也拢是对 Apple 也有 Google 的应用程式商店内面下载。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23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2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3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8度。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